好多人都私信我，到底要食咩營養先啱自己呢？其實我真係見到好多人揀營養品揀到頭都赤，呢隻試下，嗰隻試下，結果食完冇效果，錢又嘥咗。最驚係亂咁食亂咁補，反而加重身體嘅負擔。與其周圍亂試，不如一開始就揾隻穩陣可靠嘅。我同身邊好多朋友都長期食緊一隻美國奧運代表選用嘅綜合營養，早晚各一包已經好齊全，唔使自己左配右配，對骨骼、牙齒、眼睛、心血管、細胞修復，再加上各種必須嘅維他命同埋礦物質，照顧得好全面。身邊有人一食就食咗10幾年，精神越嚟越好，唔易攰，體力同狀態都穩定好多，長期都可以放心食。而且最安心嘅係，你一開始食就有人跟進住，有咩疑問隨時可以問，仲可以量度自己食咗有冇效，唔使自己一個人係咁摸索。如果你都係揀到好亂，驚揀錯，驚冇效，留言安心，我幫你慢慢分析，揾個最適合你嘅嚟食。記得分享俾身邊重視健康嘅朋友，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